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49集。我是小张。小张今日要来读诗给各位听。这首诗的名叫做《蒜梅》，作者是宋朝的罗梅坡。各位拢知，这个诗若是要读了好听，一定都要押韵。这首诗的韵安怎押法？咱今日就要来甲讲清楚，说分明。这首诗是标准的7言绝句。各位拢知，7言绝句的第2句甲第4句的尾字一定要押韵。第1句的尾字咧，可押可不押；第3句的尾字一定袂使押韵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这个字。未经讨论进前，咱先来讲这个注音符号。大家拢知，这个注音符号会使读作翁，嘛会使读作在这个所在，咱就甲读作翁。所以讲，这个字有3种的读音。会使读作江，嘛会使读作江，嘛会使读作江。搁说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韵母的部分拢同款，敢若精插伫声母的部分。所以这个字同款有3种的读音，会使读作香，嘛会使读作香，搁会使读作香。相信各位甲小张同款，看到单为止，会使讲是雾煞煞，一粒头两个大。安怎讲？这2字分别拢有3种的押韵方式。到底要押什么韵才算妥当？这个时阵，咱就会使来参考第1句话：梅雪争春未肯行，嘛会使讲梅雪争春未肯降。不管是读作行，还是读作降，这首诗就是押红韵。到底是读作行，还是读作降？咱过来看第1句：梅甲雪在相争，两边拢未肯投降，所以这个字就要读作行，才有道理。咱即马完整的来甲这首诗甲读一遍。梅雪争春未肯行，骚人国笔费兵将。梅书舜雪3分别，雪曲思梅一段香。这首诗确实是好诗。到底什么意思？各位伫网络顶悬拢查会到，有真侪无同款的解说，但是拢差不多。是安怎小张要用这首诗来做开头？重点就是要来讨论央、用、样这3个韵母转韵的字。小张，像这种的字，你伫台语黑白讲第48集内底已经捌讲过5个字啊，敢也无够？今日搁讲2字来斗，拢总已经斗7字啊，敢也搁有？当然嘛有。小张即马一摆就来甲讲好较有够咧。小张伫遮写一篇底文，要来读互大家听。同款，若是写了无好，还是读了无好势，希望各位多多包涵，莫甲小张闹开啦。准备过年物价涨，厝边有人带新娘，好日嫁娶是长饼场，办桌食甲是八道场。台顶表演变花样，刀剑练员换长枪。隔日早起买猪羊，一打拍卖众人抢。买肉5斤过3两，无奈厝内烧冰箱。头家台语南部腔，声头水粗好面腔。教人食肉就稳酱，上惊人客半阴阳。公园有人联合唱，劝人做事就成师娘。伫这篇文章内底有16字，拢会使押韵。押什么韵？咱拄则就已经捌讲过啊。有3个韵母会使押韵，分别是央、用、样。这篇文章小张读的拢是样韵。这个样伫汉典内底有另外2种的写法，小张嘛甲写出来，互各位做参考。小张，你无讲我无去注意到，这3种韵母转韵的字有遮侪字哦。对啊，当然啊，还佫有10几字还未讲咧呢。敢有影？真的啊，有影无影，看落就知。咱即马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会使读作亮，嘛会使读作娘，佫会使读作让。这个字安怎用法？工会有一条歌叫做《家后》，其中有一句歌词写安尼：等待转院的时间若到，你就让我先走。让就是这个用法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张表，这3个韵母小张捌讲过。我无确定，希望各位斗相共。但是经过这个字了后，小张即马已经确定啊，这3个韵母确实会使互换。接落来，咱来讨论这2个字。这2字是异体字，伫公文内底有写甲真清楚，用一两切。
音就爱读作勇。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勇，嘛会使读作养，嘛会使读作犟。这字犟安怎用法？伫咱台湾的民间有一句俗语：犟的唔白，疼的才来绕甲溜皮。这句话大家拢了解，无需要解说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发现一个现象：韵母转韵的部分会使讲是真稳定，但是声母的部分咱较抓袂准。亲像这个字是安怎就加一个字，咱嘛无法度解说。搁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字共声符的字。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两个音，文音读作勇，白话音读作养。伫潮州，这个字会使读作养。搁一摆证明，这三个韵母会使互相转韵，无但紧，足稳定的。咱即马来讲一字较简单的字，这个词就爱读作现象，这个词就爱读作军事枪机马炮的枪旗。搁来强形字，伫这个所在，小张写的拢是本调。搁一摆证明，这三个韵母互相转韵，会使讲足稳定的。声母的部分，其实就是这两组的声母在互换。神神煞煞，咱来讲一字共声符的字。这个字的读音嘛真相像，搁一摆证明这三个韵母互相转韵的稳定性。咱继续来讨论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词就爱读作将军，这个词就爱读作将才。将你放伫心肝底，嘛捌听过有人讲，将你放伫心肝底，拢有人讲。老一辈的人较朴实、较勤俭，一领被单就要教30年。像阮阿嬷，伊拢会甲被单摕去将暗，这个字就读作将。文音会使读作将，照道理来讲，有另外一个文音会使读作将，但是毋捌听过这个讲法。若是捌听过的人，麻烦分享一下。咱继续来讲较简单的字，这个词会使读作上将，嘛会使读作上将。这个词会使读作上巧，嘛会使读作上巧。上车、上轿，拢用这字上。搁一摆证明，这三个韵母会使互相转韵，无但紧足稳定的音，拢袂去走精去。搁刷落来，这几字嘛拢有同款的转韵规则。其中，这个字文音读作枪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强。用水甲卡呛呛咧，就是用这字强。这个字可能无人读作枪啦，毋捌听过。这集小张用一首诗来做开头，即马要结束的时阵，嘛要来读一首家己写的诗。勇闯天涯思故乡，个性软壮又好强。无奈天生骨头硬，一路行来遍体伤。读完这首诗，咱即马要来讲3个重点。第一，咱要来讨论这首诗的韵脚，就是这3字：乡、强、伤。什么韵？就是这3个韵内底的阳韵。第二，软壮安尼写有道理啊无？第三，好强的强，敢有别种用法？敢有别种的发音？这2个问题，咱拢要来讨论。咱即马先对这字开始讨论起。伫讲韵内底写安尼：离、婉、切，音读作乱，嘛会使读作第3调。什么意思？冲动，就是虫在叮当啦。虫在叮当是用软的，软来软去。咱即马来看虫安怎叮当。虫在叮当的动作都叫做软。即马敢若剩一个问题：乱也是乱，是安怎会使读作软？咱即马搁转来看这张表，呢甲了这2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。了的声母会使换作呢，这个弯的韵母会使换作读作软。这个弯甲互相转韵的代志，小张伫第44集内底有讲甲足清楚的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要搁再举2个例，要来斗3个，因为无三不成例嘛。咱先来看第一字，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转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转。飞天转地就是用这字转。搁来，第2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转，第2调的转，之甲的这2个声母互换。韵母搁转韵作咱就会使甲读作转。转头细角就是用这字转，转大人嘛是用这字转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个字，这个字的白话音读作软，绝对毋是空穴来风。咱即马搁来举一个例，这个字就是卵的本字，
伫咱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咱嘛是甲读作软。哎哟，有道理哦。啊，即字软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，软脚骹就是用即字软。咱即马来看即幅图，即个动作是毋是甲拄则的刺毛虫一模一样？确实无啥物两样。但是即马有一个新的问题，软脚骹的骹到底爱写倒一字才算妥当？以小张的见解是安尼啦，两字拢毋对，你若是要听，小张就讲互你听。咱即马就来讨论软脚骹的骹安怎写才算妥当。小张直接来讲结论，就爱写即字骹。即个字毋是读作上下的下？是啊，但是咱人的头脑爱会晓变巧嘛。咱搁转来看即张表，科甲呵即两个声母会使互换嘛？互换了后，即个字就是读作骹嘛，就是遮尔简单嘛。毋是干那科甲呵会使互换，哥科呵甲即个录音的歌，时常拢嘛在互换，会使讲是司空见惯，无啥物好稀奇的啦。所以讲软脚骹就爱写作安尼，才是正字。即字骹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，刀仔骹、椅仔骹、山骹、树骹、车骹、凉亭仔骹，拢用即字骹。写即字骹毋正有道理。过来，国语内底讲双写，咱闽南语就讲装骹，是毋是就写作安尼就会使啊？讲完骹，咱即马来讲即个字。即个字伫汉典内底的记录，会使读作第5条，嘛会使读作第7条。伫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有另外一个声调，会使读作第3条。但是这拢毋是重点，重点伫遮，哥甲科即两个声母会使互换，这才是重点。咱转来看即张表，哥甲科即两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，无毋对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即个字，若是按照中国文册的写法，即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强，声母互换了后，就会使读作强。即字强安怎用法？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小张真强哦，3点钟有法度做5点钟的工课。即字强就是即个用法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这集咱讨论超过40字的常用字，大部分的字拢是这3个韵母互相转运的字。第二，咱发现一个现象，韵母转运较稳定，但是这个声母变化有较大淡薄。有当时咱会抓袂准。有人讲是安怎，咱就要来研究这个转运规则。了解这个转运规则，咱就会使用文音来找白话音。文白之差一定有一个规则。咱若是了解这个规则，咱就会使找到白话音。无你想讲白话音是用花的呢？第三，若有人甲你讲这个字会使读作笑，做你甲呛声无要紧，叫伊摕证据出来，是安怎这个字会使读作笑？乌白乱讲嘛。第四，小张要过来强调一遍，我用的拢是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到今为止，小张已经用这套方法找超过300过5字的白话音啊！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